什么都干。可在我心里，那份成就和满足感，却是无法形容的。来，到这儿，准备开饭了啊！哎，拍的怎么样？上午拍的还不错。哦，女演员呢？那边女演员在里面化妆。好，那个东西都准备齐了，让大家赶快吃饭吧！啊，赶快吃饭吧！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李朵，这是我们林策划。嗨，你好，我是李朵。喂，你好。宝，你怎么了？我头颈。来，起来喝点热水。我好不容易试上一个广告，我现在不能去了。是广告？你什么时候去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就他们通知我，我就去了嘛。什么时候拍呀？等一下中午就拍了啦。中午就拍呀？哎，干嘛？不然你代替我去。我啊？哎呦，你不去还不是有其他人要去？哼，你腿那么长，那么漂亮，一定可以的啦。少来啦！嗯，不过你说也是。哎，多少钱啊？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哎，导演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一下。那个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女演员突然换了？哦，你介绍的人生病了，他同学替他来了。